唔使車牌都可以揸賽車。嚟到名古屋，一定要嚟唔玩會後悔嘅06賽道。左右左嘅複合彎。無論係車迷定係純粹嚟旅遊嘅朋友，唔使車牌，一樣都好似 F1 車手咁樣喺呢條正式賽道上面飛馳。哈利同貝貝會分享一啲 F1 小知識，等大家玩嘅同時更加清楚 F1 嘅玩法，等第時同人傾 F1 嗰時都可以拋兩句，拋窒佢哋，真係好正，一定要嚟玩。入場啦！我哋06賽車場唔單止有賽道，佢仲係一個樂園添啊！園區有唔同類型嘅遊樂設施，片尾我哋會再同大家詳細介紹購票方法。你睇下哈利，佢已經迫不及待一支箭衝去玩個 Circuit Challenge 啦 Let's go！ 嚟到車手準備室，先聽聽前 F1 車手佐藤琢磨嘅賽車操作 briefing 先。右手でアクセル、左手でブレーキをコントロール。シフトチェンジは左手右でしてもらえると思います。そうですね，唔該晒佐藤神咁詳細嘅講解，係時候到我哋上戰場啦！一人一架啊嘛？一人一架㗎。我34號喎。Are you ready? OK。Thank you。 Now, I want you to do a handling test. Turn the steering wheel right to left 6 times. Ready? Go! 而家喺 Formation Lap 兩位車手做緊呢個動作叫 weaving， 即係蛇行。因為車胎同迫力都有佢哋嘅相應工作溫度，咁佢哋 weaving 嗰時就可以 warm up 佢哋條胎同迫力，等佢哋起步嗰時會有更加好嘅 performance。Okay, we got the handling data. 好啦，嚟啦，兩位車手都停咗喺佢哋個 starting grid 起步架上邊啦。Push the blinking S button. 五盞紅燈一熄，哈利順利起步，貝貝緊隨其後，兩位車手相當之生猛。貝貝好似仲未揾到機會爬頭，喺呢個膠着嘅情況底下，不如我先介紹下06賽道 Suzuka Circuit， 全長 5.807 公里，高低起伏 40.4 米，總共有18隻彎。喺 F1 世界入邊，極速有成時速314公里，最佳嘅排位成績係韋斯塔本喺2025年創造嘅1分26秒983。呢度最成功嘅車手就係米高舒麥加，佢喺呢度贏過6次。呢條賽道係1962年建成 F1 唯一一條打8字形嘅賽道。而兩位車手參加呢個 Circuit Challenge 係跑熒光幕右下角粉紅色部分嘅 East Circuit， 全長有 2.243 公里。呢一戰車嘅 Top Speed 有時速35公里啊！你睇下啲風聲都非常之強，好刺激。而兩位車手而家準備劈入去第一隻彎，呢隻彎唔好睇小，係喺1990年爭奪世界冠軍爭得如火如荼之際，冼拿同保魯斯喺第一個圈第一隻彎世紀一撞，冼拿報翻佢前一年同保魯斯喺同一個 circuit 撞車失落嘅世界冠軍之仇，正正就係呢一撞，冼拿就贏得佢職業生涯3個世界冠軍入邊嘅第2個冠軍。S curve 左右嘅複合彎，呢度對個節奏控制好緊要。正如頭先車手所講 ，S curve 呢個左右嘅複合彎講求節奏，如果劈入去 turn 3嗰時時機唔啱，迫力錯，會 run right， 成隻 S curve 就會損失大量嘅時間，所以車手經過呢個 S curve 嗰時，好似踩鋼線咁精準嘅要。貝貝有問題，我想問點解 F1 係唔同嘅賽站係會有唔同嘅圈數嘅？因為 F1 要求每個賽站都要跑最少305公里，所以唔同嘅賽道嘅單圈距離唔同，除出嚟嘅總圈數亦都會唔同。不過都有例外嘅喎。我知，係咪其中一條歷史最悠久嘅摩納哥賽道啊？冇錯啦，因為呢條賽道路窄多彎，速度就自然慢，所以如果要跑305公里嘅話呢，時間就會太冗長啦，所以佢係唔需要跑305公里嘅，只需要跑260公里就 OK 㗎啦。仲有，頭先喺 Formation Lap 嘅時候提及過車胎，究竟 F1 係有幾多款車胎㗎？喺 F1 世界入邊，車胎有分兩大類，第一類係喺乾地用嘅光頭胎，第二類係喺濕地用嘅坑紋胎。輪胎供應商 Pirelli 喺乾地胎方面提供咗由 C1 到 C6 款車胎 ，C1 就係最硬，而 C6 就係最腍。越硬嘅車胎代表緊佢抓地力越低，速度越慢，但係耐用性越高。而
而越腍嘅車胎代表緊佢抓地力越高，速度越快，但係耐用性就越低。喺每場比賽入邊都會揀3款車胎出嚟用。喺乾地嘅比賽入邊係最少用2款唔同嘅車胎。而喺濕地嘅比賽入邊，亦都有2款唔同嘅車胎。第一款係 Intermediate， 佢嘅坑紋少啲，排水量低啲；而另外一款就係 Full Wet 雨胎，佢嘅坑紋多啲，排水量就高啲。但係雨戰就冇限制要用幾多款車胎嘅。哇！發生咩事？發生咩事？哈利突然間慢咗落嚟喎，貝貝喺後邊內檔爬頭，超越咗哈利，成功製造咗第一個爬頭畫面啊！我哋睇翻慢鏡重播，發現哈利原來龜兔賽跑兄弟啊，俾咗個機會貝貝可以內檔爬頭。你開咗 DRS 都冇用啦，拜拜你條尾。GT2 engine 啊！哇！哈利最後一隻彎爬翻貝貝頭啊，製造咗第2個爬頭畫面啊！今日頭先哈利 radio 有講 DRS， 究竟咩係 DRS 啊？ DRS 嘅全名即係 Drag Reduction System， 中文即係變形尾翼或者係減咗尾翼。佢 activate 咗之後就可以提高個速度，可以增加爬頭嘅機會。原因就係 F1 現代嘅戰車氣動力部件好似頭翼咁做得越來越精良，去增加呢個過彎嘅速度。但係反效果就係製造咗勁多嘅亂流，令到後車好難跟貼前車。於是喺2011年 F1 就引入咗呢個 DRS 系統，就可以令到戰車開咗 DRS 系統之後，喺直路尾賺到時速10至12公里，增加爬頭機會。只要喺 DRS detection point 度同前車距離少過1秒，就可以喺嚟緊嘅直路 activate 呢個 DRS 系統。不過呢個變形尾翼喺2026年新規例底下就會退出 F1 舞台，成為歷史。講咗咁耐 DRS， 原來2位車手已經衝咗線，食咗格仔旗，不如貝貝你報下成績咧。我宣布今日係打和嘅。有速度感喎，係啊，可以，但係我全部都去晒3波咯喎，同埋有啲語無倫次咯，揸車有時。咩波喎？佢會自己幫你佢有講嘅咩？好啦，嚟到車手賽後訪問啊，交個時間俾哈利先。頭先玩完呢個 Circuit Challenger， 佢係玩到頭幾隻彎就要你 U-turn 翻入嚟㗎啦。不過嗰啲速度感好正，可以俾你感受到呢個 S curve 嗰時嗰個左右左嗰個節奏，去到差唔多掂到個膊嗰時，好似有個 warning 嘅，所以大家玩都要小心啲。同埋呢，佢有上斜同落斜嘅，你都可以感受到車手揸緊車嗰時嗰種高低起伏嘅感覺。一定要玩呢一個 Circuit Challenger。講多少少嘢，呢件衫呢係空山機同咸美頓嘅合作。你睇下後邊見唔見一個頭盔？呢一件衫係咸美頓同空山機喺2023年咸美頓嚟到日本站同空山機嘅合作產品嚟嘅。呢個頭盔呢，銀色頭盔呢，就係當時咸美頓喺呢條賽道度揸車嗰時用嘅頭盔嚟，所以我特登着呢件衫嚟影一影景，真係好正，一定要嚟玩。呢張卡插連入去之後，因為你頭先揸車嗰時，呢張卡係會 save 低咗你啲轉波啊、加速啊、減速啊嗰啲數據嘅。你而家插連入去，佢就會打印翻你頭先嗰啲 data 出嚟㗎啦。而家插下睇下先，讀取下啲數據先。哇！喺 handling 唔得啦，因為單手嘛頭先，唔係點影片俾你咋？哇！我個 ranking 得4啊，打機我貼近車手啲時間嘅喎。揸完車之後咧，可以出去買張相啦。嗰張相係1800 yen 嘅。咁呢個就係嗰張相啦。當你駛出個賽道之後，就會有個攝影師同你影嘅。咁咧佢就會影到你嘅賽車啦，同埋條大直路嘅。當你影完相之後，就會行去起步格啦，然後就會有5盞紅燈。當5盞紅燈一熄咧，你就可以衝出去，然後就去展開你嘅旅程啦。練完車，園區有唔同嘅賽車精品鋪，等我哋入去行翻個圈先。呢度有唔同車隊嘅模型、teamwear 同埋打氣商品。哈利都為屋企添置多一架1:43模型車先。想好似哈利同貝貝咁喺06賽道玩 Circuit Challenger， 就要買入場券同埋 Circuit Challenger 嘅門券。大家可以到官網買飛，或者到各大旅遊平台度買飛都得㗎。而 Circuit Challenger 就未必日日都開，所以資訊欄就放咗佢哋嘅開放時間，俾大家容易啲規劃行程。至於如果想無限次玩園區入邊嘅遊樂設施，可以直接買佢哋個樂園護照，票價已經包咗入場費，但係要注意呢個係唔包 Circuit Challenger 㗎。
交通方面，如果係坐交通工具嘅朋友，可以喺名古屋車站坐近鐵45分鐘到白紙站，之後喺白紙站西口轉巴士。但係直達賽道嘅巴士3號線只有指定時間先開，可以去到三重交通網站查閱。如果冇直達巴士，可以坐1號線去到野田站，落車行30分鐘，或者喺白紙站直接搭的士入去。貝貝，你知唔知 F1 車手劈咗成場車體重會輕咗幾多啊？我知係視乎場地，車手會流失大概2至4公斤嘅身體水分。冇錯啊 ！F1 絕對唔係一個兜圈圈嘅遊戲。當你時速200公里掟彎承受嘅 G-force， 着住好厚嘅防火衣，抵受住駕駛艙60度嘅高溫，絕對係對體能極高要求嘅一項運動。所以哈利同貝貝劈咗成場咁精彩嘅比賽，又徒步來回車站同賽道，出汗出到件衫可以扭到水啊！係時候要出翻名古屋市區，補翻今日嘅消耗，去食 iPhone 泰。哇！一上菜就係一大盤嘅蟹腳，好震撼啊！雪蟹到皇帝蟹吃到飽，係由4980 yen 到14000 yen 不等。今次我哋點咗大 size 嘅雪蟹吃到飽套餐。呢度類型好多，海膽壽司、三文魚子都唔少得，但係嚟到呢度梗係主要供蟹㗎啦。佢係需要連接鋪頭 WiFi 去落單嘅，但係鋪頭 WiFi 非常之曳，有令到我哋落唔到單嘅情況啊，所以大家要留意啊。咁好啦，如果中意我哋呢條片嘅朋友，請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ubscribe， 繼續留意我哋下個旅程啦。大概花啲菇啦，嗰啲蟹肉，我諗嗰啲汁都係攞啲蟹汁嚟整㗎啦，之後可以配個魚子撈海膽。